最近好多粉絲問我係咪1月1號之後向好友發送人為信息違法？係㗎，只不過1月1號之前發送都係違法咁嘅啫。坤哥話世界末日啦，微信都可以註銷啦，同朋友從無話不談到無話可說啦。本來諗住生多幾胎嘅，一諗到同老婆傾下生育話題都要俾人拘留，決定唔生啦。阿禪話主要咧都係想促進你哋一隻二隻多啲出嚟見面，當場煲翻煲劇，振興實體經濟啊！其實治安管理處罰法針對傳播人為信息問題就3點修改，從之前僅限於計算機網絡傳播，擴大到任何網絡途徑傳播。第二點咧就係罰金從3000提高到5000。第三點係增加對未成年人嘅保護，完全就冇提及點樣同朋友之間1v1發學習資料都要拘留。好多標題黨嘅媒體咧，甚至話情侶之間互發人為信息都要拘留，仲附帶相當多嘅案例，引起公眾嘅恐慌，話會唔會係新型嘅戀愛碰瓷仙人跳啊？攞拍拖期間嘅聊天記錄去報案。我想講咧，同志們，如果咁樣都要拉嘅話咧，拘留所都要排隊先入到去啊！我總結咗下類似嘅案例，執法機關其實重點打擊嘅係傳播問題，所以有幾個地方係值得注意嘅。第一，唔可以向多人發送學習資料，你一口氣發俾微信2000幾個好友，想做學術界嘅海王廣撒網，片向八方散，人人頭上都黐啲智慧嘅種子，呢一個傳播廣度太廣咗啲啦。第二，唔可以向一人大量發送學習資料，甚至係戀人。雖然發少量私密咧，應該係維繫感情嘅高級情操，但係你發得太多，發送嘅時間持續太長，太堅持，你好自信咁將自己嘅部位各個角度精準呈現，部位又生得比較獵奇喎，而且你發送嘅嘢唔係低俗不雅情趣色情，而係最高級別直白露骨嘅人為信息，發送嘅深度太深啦，完全就係騷擾。所以執法機關考慮嘅係傳播嘅深度同埋廣度問題，是否認定違法決定拘留，完全同行為嘅程度同社會危害性相關㗎。最後，江律師想俾大家一啲日常建議，我建議大家唔好成日研究學習資料，多啲同伴侶一齊溫習功課，就好似我同阿弟弟咁，成日喺屋企做手寫題、口述題同埋填空題。我對佢輔導功課，佢對我就交足功課。微信聊天背景咧，我哋都換成戰狼嘅劇照㗎啦，互相震懾不法分子唔敢輕舉妄動。坤哥又問：咁如果異地戀點算啊？打電話咯，打視頻咯，通過即時通訊解決功課問題。就好似有信教嘅朋友同我講，為咗避免婚前性行為，佢哋一般都選擇肛交一樣。辦法總比困難多啊！加油啊，各位準父母！關注我，我係江律師，你會幸福㗎。